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50-50聽學愛。喺學校嘅家長聚會、媽媽群組入面，你哋有冇聽過呢啲困擾？我個仔或者我個女由小學升上中學之後，成績大倒退。明明小學嗰陣成績好好㗎，點解一上咗中學之後就唔同晒？成日淨係識得攞住部手機喺度打機。我個仔或者我個女都係咁，以前唔使點溫書都考頭幾名，而家成日又話自己唔記得嘢，又唔俾我幫佢，次次講到功課考試就嗌交。唔通係青春期反叛期？跟住有啲媽媽仲會咁講：唉，唔好講我啲仔女啦，我自己30歲之前已經覺得自己記性差，我係咪未老先衰啊？另外一啲媽咪通常都會半開玩笑咁樣話：你仲未到更年期喎，係咪諗得太多啊？全場都喺度一齊笑，氣氛緩和咗一下。但係作為一位同行者，喺教育現場超過25年，陪伴孩子將近15年嘅母親，我當時同大家就分享咗一啲小貼士，可以試下從傾學校瑣碎嘅事情入手，重啟親子嘅溝通，用手機幫手記錄一下，咁就可以減少掛慢漏一嘅情況啊！但係睇完今日要分享嘅呢本書之後，我真係笑唔出，因為我聽到嘅唔係一個笑話，我聽到嘅係一個媽媽對自己嘅焦慮，對自己能力嘅懷疑，對生活壓力嘅無力感。青春期反叛，年輕媽媽腦退化，呢兩個可能性，一個太普遍，一個太極端。咁到底仲有咩可能性啊？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給看起來沒事的你》，英文書名係 High Functioning: Overcome Your Hidden Depression and Reclaim Your Joy。呢本書可能就係嗰個其他可能性。喺分享本書之前，我都想介紹一下呢位好前衛嘅作者。呢本書嘅作者朱蒂斯·約瑟夫博士 Dr. Judith Joseph， 一位擁有超過20年臨床經驗嘅精神科醫生，亦都係紐約大學醫學院嘅精神科臨床助理教授。我話佢前衛，唔單止係因為佢打破咗醫生嘅刻板形象，選擇喺 IG 同埋 TikTok 拍片分享情緒健康嘅知識，更加係因為佢係一位先鋒，專注研究高功能憂鬱症呢個長期被忽視嘅領域。佢發現好多表面上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社交正常嘅人，內心其實長期承受住空虛、疲倦同埋自我懷疑。呢群人因為看起嚟冇乜事，所以好少被診斷，亦都好少得到適當嘅幫助。約瑟夫博士 Dr. Judith 喺本書入邊結合咗最新嘅心理學研究、臨床嘅案例，以及佢自己離婚同埋疫情之中嘅親身經歷，提出咗一套名為5個V
嘅療癒框架。佢嘅寫作風格好溫柔，但係又好專業，唔會用一啲嚇人嘅醫學術語，而係用一個個真實嘅故事同埋佢自己嘅親身經歷，令到讀者覺得被理解、被看見。呢本書係講高功能憂鬱症。咁咩係高功能憂鬱症啊？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表面上睇嚟冇事，你返工湊小朋友、識朋友、處理大小事務，一切如常。你甚至可能表現得比一般人更加正常，但係喺你嘅內心深處，其實長期感到空虛、疲倦、麻木、失去意義感。你唔覺得自己病咗，因為你仲可以起身，仲可以笑，仲可以完成每日嘅任務。呢種病叫做隱藏嘅憂鬱症。我點樣去認識呢本書嘅呢？我想分享一個對我影響好深嘅故事，唔係因為我嘅經歷好特別，而係因為我相信好多同行者都可能經歷過類似嘅掙扎。2025年4月嘅時候，我最好嘅朋友喺英國返咗嚟探我哋。我哋每隔大約9個月左右就會見一次面。嗰次聚會，佢見到我成個人唔同咗。佢話我睇落去好大壓力，成日講工作嘅煩惱。聽完我嘅分享，就知道我嘅工作有幾忙，有幾攰，同埋瞓得唔夠。佢同我講：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啊！我見你成日都好似一條拉到好緊嘅橡筋。我當其時笑笑口咁答：冇事啊，工作忙啲啫，遲啲放假就會好㗎喇。當時呢本書仲未出版。2025年嘅5月，呢本書喺英國首次出版。我朋友睇完之後，越嚟越擔心我。2025年嘅10月，我 burn out 啦，身體同埋情緒都徹底崩潰，但係我仍然死撐，繼續返工，繼續處理大小嘅事情。我以為只要撐過去就冇事。2025年嘅11月，我真係徹底崩潰啦。我喺電話嗰度同朋友傾訴，佢聽完之後好認真咁同我講：你記唔記得4月返嚟香港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你好唔妥㗎啦。我讀緊呢一本書叫做《High Functioning》，入邊講緊嘅真係好似你嘅狀態。你一定要睇呢本書啊！嗰一刻，我決定放低其他嘅事情，好認真咁樣去睇呢本書。啱啱今年嘅4月係呢本書出版嘅1週年，佢已經被翻譯成為17種語言，喺超過20個國家賣出咗超過5萬本。成功幫咗唔少嘅人，包括我。
大家睇到呢度，我開始閱讀第一部分嗰段日子，我一邊喊一邊睇呢本書，因為我第一次覺得有人真正明白我內心嗰種睇起嚟冇事，但其實好有事嘅狀態。同一個月，我鼓起勇氣去見咗專業嘅醫生，進行正式嘅評估。今日我會分享本書嘅第一部分，高功能憂鬱症嘅根源。下一集我會分享第二部分，療癒嘅方法，5個 V。咁喺第一部分嘅第一節，作者回答咗我哋問題：咩係高功能憂鬱症啊？ Dr. Judith 指出，高功能憂鬱症唔係一個正式嘅醫學診斷嘅名稱，而係一個描述性嘅詞語。佢係屬於持續性抑鬱症嘅一種輕度但係長期嘅形式，同重度憂鬱症係唔同㗎。高功能抑鬱症嘅人，佢哋依然可以維持正常嘅生活，返工啦，照顧屋企人啦，社交各樣一切如常，但係佢哋就會長期處於一種低電量嘅狀態。作者用咗一個好貼切嘅比喻：你嘅手機電量長期維持喺20至30%，你仲可以用，但永遠唔會覺得充滿電。呢個20至30% 嘅狀態就係高功能憂鬱症。喺呢度，我想分享我去年嘅親身經歷，一次又一次經歷過悲傷嘅我，既成功咗，以為可以走出陰霾。我拼命咁備課啦，設計活動，編寫教材，甚至利用午飯嘅時間同同學跟進一啲延伸嘅學習活動。放學都係咁，同事就話我太投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使命嚟嘅。但係我冇察覺自己嘅身體同埋情緒早已經亮起紅燈，持續嘅廢寢忘餐，放工後莫名其妙嘅失落，對假期逐漸失去熱情。我以為只係攰啲啫，撐過去就得㗎喇。直到2025年嘅10月，我 burnt out， 但係我仍然死撐，繼續返工，繼續處理大小嘅事情。因為由細個我就被教導要做好事，要有責任感，於是不斷燃燒自己，直到油盡燈枯。2025年嘅11月，我聽到好多嘅聲音，但係我聽唔到自己嘅聲音。嗰一刻，我徹底崩潰啦。我問自己，一個連自己burn out 都唔察覺嘅人，我憑乜嘢去教導學生好好照顧自己嘅情緒？Dr. Judith 喺書入邊指出，高功能憂鬱症嘅一個重要根源，就係我哋從未被教導點樣去辨識同埋處理自己嘅情緒。我完全中晒。Dr. Judith 提
提出咗幾個重要嘅根源。第一，我哋習慣隱藏情緒，細細個就被教導要堅強，唔好喊，唔好麻煩人。我哋學會將情緒收埋，喺人哋面前笑，但係內心其實係痛苦。作者話，隱藏情緒唔係一種技能，而係一種自我遺棄。第二，我哋將功能良好等同於心理健康。社會普遍認為，只要你返到工、返到學、交到家用、交齊功課，你就係冇事。但作者指出，能夠運作並唔等於真正嘅活着。第三，我哋用成就去填補存在嘅空虛。好多高功能憂鬱症嘅人係過度表現者，用工作成就、學業成績、學歷、收入、別人嘅賞識去證明自己。但係呢啲價值係由外邊俾嘅，唔係由內心生出嚟嘅。作者問咗一個好犀利嘅問題：如果你停止成就任何事情，你仍然覺得自己有價值啦？呢個問題，我相信唔少人嘅內心都會有猶豫。作者就喺1.1呢度作咗呢個小結。長期忽視自我係高功能憂鬱症嘅根源。去到1.2，創傷，我哋所承擔嘅重擔，作者令我哋更加認識咩係創傷 trauma。Dr. Judith 喺書入邊特別提到女性，尤其係媽媽，係高功能憂鬱症嘅高風險群組。點解？第一，社會對母親嘅期望過高，你要做好媽媽、好太太、好員工、好女兒、好媳婦，要溫柔、堅強、能幹、情緒穩定。但係冇人問你，你頂唔頂得住啊？第二，我哋習慣將自己放喺最後。飛機嘅氧氣罩道理，我哋上一集都聽過，但現實之中，我哋永遠係最後一個戴氧氣罩嘅人。仔女優先，老公優先，父母優先，工作優先，到自己嘅時候已經冇晒電啦。第三，我哋唔敢承認自己唔開心，怕俾人話你已經好好啦，仲想點啊？你咁幸福，有咩唔開心？你係榜樣嚟㗎，要堅強啲。作者話，痛苦唔係需要被合理化，痛苦係需要被承認。呢度我都想坦白分享我嘅親身經歷。我冇做壞事，但係我做錯咗事。作為一個熱愛教育嘅老師，我竟然先傷害咗自己，然後先至驚覺自己從來未真正學懂點樣同情緒共處。雖然經歷一次又一次嘅悲傷，但係我就誤以為寄情工作可以療傷，真係冇察覺到自己嘅身體其實一早已經亮起紅燈，情緒亦都去到一個臨界點，持續咁樣廢寢忘餐。
放工之後又有莫名其妙嘅失落，對假期逐漸失去咗熱情。我以為只係疲勞，呢啲日子係會過。但係2025年嘅11月嗰個徹底崩潰嘅一刻，我問自己，一個連自己 burn out 都察覺唔到嘅人，我哋又點可以去照顧同埋教導身邊嘅人呢？我一直只係知道要做好事，要有責任，但係就從來都冇去察覺到自己嘅情緒，唔識得去辨識壓力同埋倦怠呢啲嘅徵兆，唔識得點樣去自我調節，更加唔識得喺需要嘅時候求助，於是不斷燃燒自己，直到油盡燈枯。喺書入邊，作者教我哋去畫創傷嘅樹，好好梳理一下自己嘅情緒。2025年12月嘅時候，我去見醫生，醫生同我做咗一個好詳細嘅評估，就同我講，你嘅情況就好似你喺書入面睇到嘅高功能憂鬱症嘅描述。嗰一刻我冇驚慌，反而覺得原來係咁，原來我唔係唔夠堅強，我唔係諗太多，我唔係軟弱，我係有病，而病係可以醫嘅。我喺度想再一次表示我對作者嘅欣賞，因為佢好勇敢去面對自己嘅情緒，然後用佢嘅專業一步一步醫好自己，再去幫助身邊嘅同路人，絕對係能醫又自醫。呢本書嘅第1.2部分幫我哋做咗好幾件事。第一，俾咗一個名字俾我哋，叫痛苦。當我哋知道高功能憂鬱症呢個詞語之後，我哋會突然間發覺被明白、被看見，原來唔係淨係我一個人有呢個感覺。第二，佢幫我哋拆解咗睇起嚟冇事嘅假象，功能良好唔等於心理健康，呢句話點醒咗我哋。第三，佢令我哋知道求助唔係軟弱，而係勇氣。發生咗事情之後，我一直冇去見醫生，係因為我無從入手。但係睇咗呢本書之後，我發現原來疫情之後呢個現象變得更加普遍。所以1.12部分嘅小結，作者提醒我哋要對自己慈悲。去到1.3，我想返去開場嘅時候媽媽嘅嗰一個問題，30歲之前已經覺得自己記憶力差，係咪未老先衰啊？ Dr. Judith 喺書入邊分享咗呢個框架，生理、心理、社會因素點樣影響我哋嘅精神狀態。首先，生理方面，我哋生活喺環境污染、加工食品氾濫、科技便利嘅年代，養成咗好多不良嘅生活模式，都直接影響緊我哋精神健康。但其實好多文獻都指出，食多啲原始嘅食物、曬太陽、每日做運動，會令到我哋身心愉快。親愛嘅媽媽們，你哋唔係未老先衰，你哋可能只係太攰。當長期處於高功能憂鬱症嘅狀態，
大腦長期受到壓力荷爾蒙嘅影響，導致專注力下降、記憶力變差、決策困難。呢個唔係腦退化，呢個係 burn out。咁跟住喺下一個心理方面呢，無論中西文化，我哋都好少機會講自己嘅情緒同埋感受。我哋喺學校學過唔同嘅運動，但係就冇學過點樣去形容同埋面對自己不同嘅情緒。作者呢喺書入邊就建議我哋可以用呢一個情緒之輪，每日做練習，為自己嘅情緒命名。至於仔女升中之後成績大倒退，可能都唔係懶惰或者反叛。人性本善，試問有邊個人唔鍾意俾人讚㗎？佢哋可能只係喺新嘅環境，又喺度適應緊，又適應緊新嘅壓力，而唔識得去表達自己嘅情緒。我哋需要休息，我哋需要承認我哋好攰，而唔係責怪自己或者責怪自己嘅仔女。其實每個人都需要定期進行大腦嘅調整。社會方面，社交媒體嘅大量資訊都令到我哋應接不暇，聽唔到自己嘅聲音。咁我哋係咪要全部刪除？當然唔係。凡事中庸之道，我哋就可以進入一個 hybrid 混合模式。作者喺書裏邊用咗一個比喻，我哋既可以擁有蝙蝠俠嗰一種合乎邏輯嘅善意，又可以配上小丑嗰一種能夠感受喜悅嘅情緒能力。作者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觀點，我哋嘅目標唔係要變得快樂，而係要變得更快樂。前者可能係一個永遠都達唔到嘅理想，但係後者呢，我哋就可以隨時實現到呢一個目標。你或者唔係你認識之中咁多人裏邊最快樂嗰個，但你仍然可以一點一滴咁樣去提升自己嘅快樂指數。去到第一部分嘅最後一節，作者問咗一個好尖銳嘅問題：點解你知道自己唔快樂，仲要自我破壞？作者幫我哋分析咗3個類別。第一，可能係受文化影響，我哋嘅傳統、宗教、國籍、家庭嘅價值觀，例如基督教價值教我哋要做好嘅撒瑪利亞人，如果我哋冇好好參透，就隨時會走火入魔。第二，關係影響，我哋想令身邊嘅人都開心，於是就變成大眾嘅情緒管家，每次都接住其他人嘅情緒，但係就忽略咗自己嘅需要。第三，就係工作方面，我哋會覺得超時工作就係鞠躬盡瘁，但係工作過勞其實係會令我哋錯過咗同自己同埋屋企人相處嘅寶貴時間。去到今日，我哋分享咗給看起來沒事的你嘅第一部分，高功能憂鬱症嘅起源。我亦都分享咗自己舊年嘅經歷，由4月朋友返嚟聚會嘅關心，到10月 burn out， 再到11月出事之後身邊嘅同行者嘅提醒，最後喺11月
遇到呢一本心靈嘅良藥。我冇做壞事，但係我做錯咗事，我傷害咗自己，因為我從未學懂點樣同情緒共處。但係錯唔緊要，我哋可以重新學過。下一集我哋會分享第2部分療癒嘅方法，即係嗰5個 V。我會同大家講 Dr. Judith 提出嗰5個步驟，點樣可以令我哋一步一步走出高功能憂鬱症嘅陰影。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好似講緊你自己，請你唔好驚，你唔係一個人，我哋一齊聆聽，一齊學習，一齊愛自己。如果你都喜歡今日嘅分享，請你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亦都歡迎留言俾我。你有冇曾經覺得自己睇起嚟冇事，但係其實內心係好攰呢？我哋呢個頻道係歡迎真誠嘅交流，非誠勿擾。如果係一啲惡意或者冇建設性嘅留言，係會被隱藏。都係希望大家將力氣留俾更重要嘅人和事。多謝你哋嘅體諒。今集嘅內容比較豐富，下一集希望大家都會好期待嗰5個 V 嘅框架，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提升自己嘅精神健康。我哋下次再會啊！記得50% 聆聽，50% 學習，100% 愛自己。